115年總預算拖351天，總算在咧14日天三讀通過啊。不過，這立法院若被有人數優勢，通過國民黨立委洪巧玲的提案，加3000萬的總統府國務機要費減列1000萬，當減2000萬。總統府本地有加31間庇護工場，新眾團體駐門15000盒的中秋禮盒，今麥也受到影響。那這總統府的秘書長潘明安在咧記者會頂頭公開來回釋咧，也希望透過民眾、企業的大家來推動。這公益訂單做回來給支持。謝謝公益，愛你喲。庇護員工疫情接待人客，下個月就是中秋節，伊嘛當地骨力做包裝。這是董事長基金會開設的庇護工廠，在北部有5間店，大約協助35個庇護員工有頭路，也通學技術。總統府逐年攏會編國務機要費，甲公益團體採買月餅等產品。當經費去予立法院三讀凍結，基金會表示，真濟公益團體攏受到影響。中秋總來講賣得無好，啊，其實可能阮後邊對囡仔一寡迄個薪水還個福利，或者講在囡仔一寡迄個未來一寡迄個興趣的治療。可能要減少，因為經費無夠。針對115年中央政府總預算，立法院11條也協商的時，國民黨立委洪巧玲提案，甲總統府編的3000萬國務機要費減列1000萬，當減2000萬。改動的條件是總統熱清條要公告立法院三讀的法律。這個是一個涉及到立法院、涉及到全民，還有我們台灣憲政民主法治尊嚴的問題。所以呢，我這邊的話就是堅持說，基本上就是減列1000萬的國務機要費。還有凍結2000萬。最後，這項提案因為若被佔人數優勢三讀通過，總統府辦事也開記者會公開向受到影響的公益團體回釋的。預購了一些月餅，要分贈贈送到偏鄉離島，甚至到弱勢的機構團體。這一點因為預算被煽動，無法來履行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跟所有的這些身障團體皮膚工廠，跟大家說一聲真歹勢，讓大家可能在這個訂單上有所受損。原本總統府今年已經甲37間庇護工廠新眾團體駐門的15000盒中秋禮盒，總統府表示有關會想辦法採購。總統熱清條逐年嘛攏會家己採買支持公益團體，嘛希望社會大眾企業到收聽。記者盧尚祖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